單位設計概念以暖木、石紋、空間作為主軸，透過柔和材質配搭，營造一種內涵的生活氣質。客廳部分以電視特色牆作為視覺中心，大面積石紋材質配上圓角轉折設計，令空間多了一份柔和感，也提升了牆身的完整度與精緻感。旁邊加入木條子元素與地櫃，既平衡了石材的爛感，也令整體觀感更加輕巧。飯廳軟裝則偏向簡潔與溫暖兼備，圓形餐桌配上線條簡約的餐椅，令用餐區感覺更加親切。吊燈選擇帶有手工感與暖調光線的款式，令整個飯廳多了一份生活溫度。主人房延續全屋的溫暖基調，以簡潔木色床架、對稱床頭櫃及柔和燈光，營造寧靜而放鬆的休息氣氛。床頭牆上的裝飾畫與花藝元素為空間帶來適量點綴，令房間在簡約之中不會流於單調。整體設計注重舒適感與實用性，讓休息區真正回歸安靜與柔和的本質。